李卓人議員，我正話已經講咗啦，任何議員打斷行政長官發表施政報告呢，係屬於行為極不檢點。李卓人議員，我而家命令你立即離開會議廳。秘書。點解啊？長毛冇得嚟？李卓人議員，立即離開會議廳。立即離開會議廳。立即離開會議廳。立即離開。陳偉業議員。陳偉業議員將你嘅手機板放返低。